你仲記唔記得細個嗰陣跟住爹地媽咪或者爺爺嫲嫲去茶樓嗰陣陣喧鬧聲同埋蒸籠味？嗰粒蝦餃係熱辣辣，個皮係晶瑩剔透，入面粒蝦係爽口彈牙到會喺你條脷上面跳舞。但係唔知由幾時開始，我哋依家去飲早茶，俾緊幾草嘢甚至過100蚊一籠點心，食落口嗰陣，竟然覺得陣味同我喺超市買嗰包20零蚊嘅急凍公仔點心冇乜分別，甚至有啲仲衰過丁丁點心。大家有冇諗過，點解我哋依家喺香港飲茶，好似變咗做水魚咁，俾名牌價錢，但係食緊工廠貨？今日我就同大家嚟一個深喉式大揭秘，拆解香港預製菜嘅真相，同埋揾下嗰班曾經令我哋引以為傲嘅點心師傅，到底去晒邊？其實早茶已死呢個話題，喺呢2、3年嚟講得特別犀利。以前我哋講一盅兩件，係一種生活態度，係一種工藝。但係依家，你入到酒樓，望下張點心紙，款款都係嗰啲燒賣、蝦餃、鳳爪、排骨。你以為後生仔唔入行，所以質素差咗？錯啦！真相係好多酒樓根本已經唔再請點心師傅喺現場由零開始整點心。依家最流行嘅係咩？係中央廚房，係預製菜。我哋先嚟講下咩叫預製菜。好多人以為預製菜就係超市嗰啲急凍包，其實喺餐飲業入面，呢個範疇大好多。由90年代開始，香港啲連鎖餐飲集團已經開始搞中央廚房。但係嗰陣時主要係處理下醬汁、醃下肉。去到2010幾年，技術開始變咗，工業化生產點心嘅技術已經成熟到你唔信。你依家食緊嗰粒燒賣，可能係幾個月前喺東莞或者深圳嘅工廠由機械人手臂包出嚟，然後經過超低溫速凍技術處理，再運嚟香港。酒樓要做嘅嘢好簡單，就係拆開個包裝袋，排好佢，然後放入個大蒸籠度翻熱。你可能會問，點解要咁做？答案好簡單，就係錢同埋租。香港呢個地方租金貴到離譜，係人都知。以前一間茶樓，廚房要佔好大地方，因為要留位俾師傅切嘢、油粉、包點心、拉腸粉。但係依家，酒樓老闆恨不得個廚房縮到得翻個廁所咁大，剩返啲位全部擺晒台嚟收客。如果用預製點心，佢就唔需要咁大個點心房，亦都唔需要請一隊10幾人嘅點心團隊。你想諗下，請一個老師傅，人工起碼3、4萬，仲要帶住幾個徒弟，每個月嘅人工開支都幾廿萬。如果我直接喺工廠訂貨，每一籠嘅成本可以壓到低一低，仲唔使擔心師傅今日心情唔好，包得唔靚，或者聽日跳槽唔做。所以我哋依家俾緊名牌價錢，其實係幫老闆交緊租，同埋買緊嗰種所謂嘅裝修環境。你喺一間裝修到金碧輝煌嘅酒樓，食緊一籠40幾蚊嘅蝦餃，其實背後嘅工廠出貨價可能只係幾蚊港紙。呢種落差，正正就係點解大家覺得自己係水魚嘅原因。咁啲點心師傅去晒邊？呢個係一個好心酸嘅故事。以前我哋香港嘅點心師傅係全世界最頂尖嘅，佢哋有一種執着叫做匠心。喺70、80年代，你想學整點心，你要由洗碗、打雜做起，做足幾年先有機會摸下嗰嚿粉。師傅會教你點樣根據天氣嘅濕度去調整呈面同生粉嘅比例，點樣用手感去感受粒蝦係咪夠鮮。但係去到2020幾年嘅今日，呢種傳承斷咗。依家嘅後生仔，邊個同你朝早3點鐘起身返工？邊個同你喺個熱辣辣嘅廚房度企足10個鐘？加上大環境變咗，酒樓追求嘅係快、準、穩，唔再需要你嗰種慢工出細活。好多老師傅喺呢10幾年入面，一係就退休，一係就被逼轉行。有啲師傅去咗一啲小型嘅私房菜，或者係真係標榜即點即蒸嘅精品點心店。但係呢類鋪頭喺香港已經變咗稀有動物。更多嘅師傅係心淡，眼見自己一世人鑽研嘅手藝被一堆機械整出嚟嘅嘢取代，仲要啲客食唔出分別，或者係被逼接受，
佢哋寧願去揸的士、做保安，都唔想喺廚房度做一個撕包裝袋嘅機械人。大家可能會有種錯覺，覺得預製菜就一定係難食。其實喺科學角度，依家嘅速凍技術真係可以保住7、8成嘅味道。但係問題喺邊度？問題喺嗰種靈魂。你試下諗，一粒手包嘅蝦餃，個折痕係有層次嘅，入口嗰陣，皮同餡之間係有空氣感嘅。而工廠貨呢，為咗方便運輸同埋防止個皮裂開，佢哋會加入好多化學添加劑、增稠劑。你食落口嗰陣，會覺得個皮好膠，或者係個餡有一種好唔自然嘅爽口。嗰種爽唔係鮮蝦嘅爽，係鹼水或者化學嘢搞出嚟嘅效果。而且預製菜最致命嘅一點就係千篇一律。你有冇發現，依家去酒樓食嘅燒賣，同去別酒樓食嘅，甚至去埋市酒樓食嘅，陣味竟然係一模一樣，連個賣相、粒枸杞擺喺邊個位都係倒模咁。呢個就係香港飲茶文化嘅悲哀多樣性嘅消失。以前每一間酒樓都有自己嘅鎮店之寶，有自己獨門嘅味道。依家全香港好似都係食緊同一個大工廠出嘅貨。我之前同過一位做咗40幾年嘅退休點心大師傅傾過計，佢同我講咗一番話，我覺得好感觸。佢話以前我哋做點心係想見到客人食完之後嗰種滿足嘅樣，依家啲老闆做生意係想見到報表上面嗰個數字。呢位師傅今年60幾歲，佢話佢最後一間做嘅酒樓，老闆要求佢將原本自己打嘅鯪魚肉換成內地運落嚟嘅預製魚漿。師傅話我做唔出，呢啲嘢入唔到口，結果佢選擇咗辭職。呢個就係現實，堅持品質嘅人被市場淘汰，追求利潤嘅人就用預製菜賺到盆滿缽滿。咁我哋作為食客，可以點樣分辨呢啲偽裝點心？其實有幾個好簡單嘅方法。第一，睇賣相。如果每一粒點心都生到好似孖生兄弟咁，一模一樣，折痕整齊到好似用尺量過咁，9成9係工廠貨。手包嘅點心點都會有一絲絲嘅差別。第二，睇速度。如果你落單之後5分鐘，成台點心就到晒，而且係熱到燙手嗰種，咁好大機會係一早整定嘅預製菜，甚至係喺微波爐或者大蒸櫃度一直暖住嘅。真正即點即蒸，起碼要等15到20分鐘。第三，亦都係最重要嘅，係食層次感。預製點心因為要長期冷凍，佢嘅餡料通常會打得好碎，變成一嚿肉團，因為咁樣最容易成型。而手做點心，師傅會保留食材嘅質感，例如蝦餃入面會有成隻蝦，或者係切細咗嘅蝦肉塊，口感係豐富好多。講到呢度，我諗起最近好多人講嘅北上消費。點解咁多香港人寧願排隊過關去深圳飲茶？除咗平之外，其實有一個好諷刺嘅原因。內地一啲大型嘅點心專門店，因為人工平、地方大，佢哋反而仲可以維持到現場即製。當香港嘅酒樓為咗慳錢而用緊內地工廠出嘅預製菜嗰陣，香港人反而走返上去內地食返啲即包即蒸嘅點心。呢件事講出嚟真係幾荒謬。我哋香港嘅飲茶文化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都認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但係如果我哋任由呢種預製菜文化蔓延，唔去支持嗰啲仲願意辛苦執着現場手做嘅小店，可能再過多10幾20年，我哋嘅下一代根本唔會知咩叫閃製點心。佢哋會以為點心就應該係嗰種有一陣化學味、皮好膠嘅嘢。大家唔好以為呢件事只係影響到我哋把口。預製菜嘅盛行，其實係成個香港飲食業去技能化嘅過程。當酒樓唔再需要師傅，只需要操作員嘅時候，我哋嘅飲食文化就失去咗創造力。以前師傅會鑽研新口味，會改良古法點心，依家嘅工廠只會考慮點樣可以生產得更快、更耐擺。我明白喺呢個快節奏嘅社會，效率係好重要，但係有啲嘢係唔可以快嘅。一粒蝦餃嘅靈魂就係師傅嗰對手嘅溫度。
你可能會話：哎，我只係想食餐飯啫，使唔使講到咁大？但係你要諗下，如果你俾緊飲茶嘅價錢，得到嘅係丁丁點心嘅質素，呢個係一個公平嘅交易嗎？我哋作為消費者，雖然力量好微小，但係我哋嘅選擇就係我哋嘅態度。下次去飲茶，如果覺得啲嘢真係太過分、太工廠貨，唔好審默，可以反映下，或者下次唔好再幫襯。我哋要話俾市場聽，我哋識食，我哋唔係水魚，我哋想要返真正嘅香港味道。其實香港仲有一班心不死嘅人，有啲後生仔雖然見到前路艱難，但係依然肯去跟老師傅學嘢。佢哋開一啲細間嘅點心鋪，雖然冇華麗嘅裝修，甚至要坐得好逼，但係佢哋堅持每日朝早去街市買料，堅持逐粒逐粒親手包。呢啲鋪頭先至係我哋香港飲茶文化嘅火種。我哋應該去揾呢啲鋪頭，去支持佢哋，唔好俾佢哋熄滅。我想講，早茶未死，但係佢正處於一個好危險嘅邊緣。如果我哋繼續接受呢種水魚文化，接受呢種名不副實嘅飲食環境，咁終有一日，我哋真係會失去咗嗰種熱騰騰嘅幸福感。喺呢個充滿預製菜嘅時代，希望大家可以揾返嗰份對食物嘅尊重，唔好再俾啲所謂嘅連鎖名牌呃到，用心去感受每一口食物背後，到底係機械人嘅冰冷，定係師傅嘅體溫。如果你身邊都有啲好似我講咁，堅持手做即點即蒸嘅點心店，記得留言話俾我知，或者同你身邊嘅朋友分享。我哋一齊用行動去保住呢份屬於香港人嘅味道。下次去飲茶，記得望真啲粒燒賣，問下自己呢粒嘢到底係師傅嘅心血，定係工廠嘅產品？我想問下大家，你上次食到一籠令你感動嘅點心係幾時？嗰陣味係點樣嘅？歡迎喺下面同我分享你嘅故事。我哋今日嘅揭秘就到呢度，希望大家下次飲茶可以揾到真正嘅一盅兩件，唔好再做水魚。既然講開點心師傅，我仲想補充多一點。好多人話香港點心師傅去晒邊，其實有部分去咗海外。我哋喺英國、加拿大、澳洲，甚至係日本嘅一啲高級中菜廳，往往可以食返到嗰種正宗嘅港式點心。點解？因為嗰度嘅客肯俾錢，而嗰度嘅老闆明白人才嘅價值。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諷刺，我哋想食返最好嘅香港味，竟然可能要買張機票去外國先食到。所以我哋喺香港更加要珍惜。當你見到一間鋪頭，個廚房仲傳嚟陣陣揼肉嘅聲，仲見到有師傅喺度油粉，請你一定要多啲幫襯，因為佢哋守住嘅唔單止係一門生意，而係我哋呢座城市嘅根。預製菜雖然可以填飽我哋個肚，但係佢填補唔到我哋嘅文化缺失。我哋要嘅唔係一式一樣嘅工業品，而係有溫度、有故事嘅藝術品。希望每一位睇緊呢條片嘅朋友，下次去飲茶嘅時候，都可以多一份觀察，多一份思考。我哋下次再見。你有冇諗過，其實我哋可以主動啲去改變呢個局面？例如，當你見到一間標榜手作但係其實係賣預製菜嘅鋪頭，你可以喺社交媒體或者食評網站度講出真相。呢種透明度會令到嗰啲想揾快錢、當食客係水魚嘅老闆有所顧忌。同時，如果你發現一間真係用心做嘅小店，亦都唔好吝嗇你嘅讚美同埋分享。我之前去過一間喺舊區嘅細茶樓，嗰度嘅點心師傅已經70幾歲啦。佢同我講，佢包嘅蝦餃雖然唔係每一粒都一模一樣咁靚，但係佢保證每一粒入面嘅蝦都係佢朝早去街市揀返嚟嘅。佢話，我做咗幾十年，如果最後要我用啲急凍貨嚟呃人，我過唔到自己嗰關。聽到呢度，我真係覺得呢種先至係我哋香港人嘅精神，唔係講緊賺幾多錢，而係講緊一份尊嚴。依家嘅酒樓為咗增加利潤，除咗點心用預製菜，連啲小食、糖水，甚至係炒粉麵飯嘅汁底都係預製嘅。你食緊嘅嗰碟乾炒牛河，
可能連個牛肉都係一早喺工廠醃好，煮到半熟先運過嚟嘅。呢種全方位嘅工業化，令到香港嘅味道變得越來越單一。所以我哋要覺醒，我哋唔可以再被嗰啲精緻嘅廣告、豪華嘅裝修所蒙蔽。我哋要追求嘅係食物嘅本質。如果你覺得我今日講嘅嘢有道理，如果你都覺得香港嘅飲食文化需要被守護，請你幫手傳開去。我哋唔希望有一日，當我哋嘅小朋友問我哋，爹哋，點解以前嘅點心係熱辣辣、有靈魂嘅？我哋只能夠拎出部電話，俾佢睇返以前啲相。好了，講咗咁耐，我諗大家都肚餓啦。下次去飲茶，記得帶多對眼，帶多個心。我想知道你哋心中最正嘅點心店係邊間？唔理係大酒樓定係細鋪頭，只要係用心做嘅，都歡迎大家推薦。我哋一齊去發掘香港仲剩返幾多真正嘅點心靈魂。最後，我想同嗰班仲喺前線奮鬥、堅持緊守做工藝嘅點心師傅講聲多謝你哋。係因為你哋嘅堅持，我哋先至仲可以喺呢個鋼筋森林入面品嘗到一份真正嘅人情味。你哋嘅辛苦，我哋係見到嘅，亦都係感受到嘅。我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如果你鍾意呢種深度揭秘、帶點思考嘅內容，記得俾個 like，同埋分享俾你嗰啲成日去飲茶嘅朋友。我哋一齊做個精明嘅食客，拒絕做水魚，守護香港味。我想問下你，下次你去飲茶，你會唔會試下問下個經理，呢啲點心係咪你哋師傅喺度親手包㗎？睇下佢嘅反應係點。或者你可以試下寫低你對早茶已死呢個話題嘅睇法。我會盡量睇晒大家嘅留言。我哋下次見，希望下次同大家見面嘅時候，我哋可以一齊去一間真正正宗、充滿靈魂嘅茶樓，開開心心咁食飯一餐唔係預製菜嘅早茶。我可以幫你做嘅係，如果你有邊間懷疑係用預製菜，或者想我幫你去探店揭秘嘅，可以喺留言區話我知。我會盡力用我嘅頻道去為大家揾真相，守住我哋嘅舌尖。你要知道，每一個點心師傅嘅離去，都代表住一種技藝嘅消逝。喺呢個2026年初嘅時刻，我哋唔想再見到更多嘅老字號執笠，亦都唔想見到更多嘅水魚價出現。大家一齊努力，撐起香港嘅飲食文化。我想同大家分享多一個小細節。你有冇發現，依家嘅腸粉嗰陣皮越來越厚，而且完全冇米香味。以前嘅腸粉係用米漿現磨現拉嘅，嗰種滑溜感真係可以用入口即化嚟形容。依家嘅預製腸粉係喺工廠拉好晒，甚至已經切埋一件件，運到酒樓只係蒸反熱。個皮因為經過冷凍再翻熱，會變得好粉，好無生氣。呢啲就係預製菜帶嚟嘅後果，失去咗食物最珍貴嘅鮮度。大家有冇諗過，如果連飲茶都失去咗靈魂，香港仲剩返啲咩？飲茶唔單止係食嘢，係同屋企人交流嘅時間，係一種社區嘅凝聚力。如果呢一切都變成咗冷冰冰嘅工業化程序，我哋嘅生活將會變得幾咁乏味。我諗，我哋每一個人都有責任，無論係老闆、師傅定係食客，我哋都要對得住自己個胃，對得住我哋嘅文化。